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较早咱可能捌听到一辈讲一个人哪会才酷刑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刑，好刑刑第5条。刑就是法律上处罚犯罪人的方式，像咱讲死刑、无期徒刑，也有有期徒刑。另外，这个刑嘛有考文的意思，古早讲刑刑。另外，刑条就是处罚用的钉仔条，若刑重就是鞭刑用的鞭。刑刑的器具就是刑具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酷刑，这个意思就是足残忍、足残酷。过去嘛有台语歌的歌词写着讲，互人放杀，讲对方哪会才酷刑，意思就是对伊足残忍。第二个词读做刑事假买家。过去讲警察是刑事，刑事假买家的钱就是袂当黑白用，意思就是公款或者是公物袂当私吞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德国罗廷堡有一个中世纪刑法博物馆，内底有古早真侪酷刑的刑具。即马这个历史文物，亲像是刑事假买家，敢若会当展览予旅客欣赏，袂当炸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刑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